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国内伫今仔日增加46个本土病例，桃园目前出现3条传播链传播感染源，也是咱台湾目前上界严重所在。国内出现一个餐厅群聚感染，不过陈市长暂时无要求这餐厅内停止用餐，不过桃园市是要求讲这餐厅座位就要减对半。高雄市长陈丽燕去互检方查到诈领助理费，目前依照贪污罪，甲11个人起诉。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46个带病入境，也有46个本土病例。一寡本土病例当中，桃园是上界严重的，有增加29个本土病例。高雄港的部分也增加12个。而且最近新增加的病例当中，有真侪拢是去到餐厅食饭的时阵受到感染的。外界也伫咧问讲，敢会禁止店内用餐呢？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若准甲所有会群聚的所在拢禁止起来，恐惊会影响到民众生活。另外，咱国内目前已经有10条 Omicron 变种病毒的传播链，这也包含着桃园机场、高雄港3间病院的院内感染。这个机场的防护人员也有防疫计程车司机等等，请民众要爱小心细致。国内新冠本土疫情持续扩大，20日新增加46例，其中桃园、万雄、自贸园区相关新增加14例上侪。国内是高雄港规定小话新增加12例。宜兰大溪中英红红酒店案，也甲台北圆山总铺师兄妹案相关，也拢有新增加案例。另外，新北阿东病院新增加2例，桃园有一例就医采检的时阵确诊，感染源也搁伫调查。雅序里面今天总共验出是14位。总共报告出来14位，7位本土，7位本国人，那7位是外籍，那都是一采是阴，然后现在是复阳。伫桃园其他相关确诊的部分，龙潭体育人员按一般一事，因为共餐厅刷确诊，新增加4例；日本火锅店规定小话新增加2例；幼稚园规定小话是新增加8例。因为未少确诊个案用餐的时阵喂到的，准讲毋是共倒食饭嘛会感染到。外界关心是毋是禁止餐厅店内食，但是中是讲只要接触的时间长拢有风险。若做甲所有的公共场所拢禁止，会影响到民生问题。当然有一些区域它相对的风险稍高一些，但也不是绝对的。如果有群聚的场合都把它禁止的话。那基本上都会禁止到，也会影响到我们很严重的一个民生的问题。经过基因定序发现，宜兰甲双北帮中这2件规定小话病毒株拢是 Omicron， 不过甲进前桃园机场、高雄港这2件是无共的。目前还搁伫甲其他境外移入个案的数列做比较，国内累计已经有10件 Omicron 独立传播链，包括桃园机场、高雄港3间院内感染，机场防疫人员也有防疫计程车司机遮的。先前已经有说明过，有8个这样的一个事件有验出不同的 Omicron， 那再加上目前今天有讲这个宜兰跟台北新北这2起又是分别不同的 Omicron， 所以确实是有10个不同的一个独立的传播链。那是1922公费疫苗医药平台第21期疫苗，20日开放医药第3期，限时2天，上近2月初7就会当开始做。到下晡1点为止，已经有29万人完成医药。上侪人爱的是莫德纳，过来是高端甲 BNT， 但是中是讲 BNT 这2天会有一批到货，莫德纳后个月也有一批会到。AZ 买500万剂次世代疫苗，这拢爱听候做完第3期，看情形再来判断。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桃园目前有3条传播链，就是八地幼稚园、万雄自贸港区加龙潭的一个爬山山友，这3条拢有增加病例出来。另外，有2个个案经过调查，发现讲因甲找无感染源大男仔市场买菜妈妈甲查某囝，也搁一个有心的太太，因拢去过某一间火锅店食饭，初步认定是餐厅内面的群聚感染。也因为最近有真侪案例拢是对餐厅的群聚所引起的，市长地本餐也宣布上界新的防疫规范，亲像这餐厅内面的座位就要减对半。好康康拢无啥人，同北地的嘉贝尔幼儿园对这个确诊了后，市府赶紧来宣布，设立幼儿园提早2天，立即开始来休馆。我是觉得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啦。对，反正能早点通知我们，我们就早点跟那个公司安排。
有一个感染源不明幼儿园的囡仔加上爸母，经过扩大暴力采检了后，厝内底老爸阿叔、一辈小弟小妹，也有幼儿园的动物拢出现确诊。这个幼儿园的团伙连一个新增加8个人。铁门友内小食店暂停营业，因为同行另外一条团伙链龙潭退休的山友也未受到感染源，即阵阁再有4个人确诊，包含厝内底阿姊，也有3个人是伫这间店，甲确诊者共到唱歌来食饭。另外，市府进前公布2件感染源不明的单独的个案，经过调查比对了后，发现拢捌伫同一个时段到同一间火锅店来食饭。另外，这间餐厅也新增加2个人确诊。大南市场买菜母女，那另外一个孕妇。这个确诊案，在这个同一时段，足迹都重叠在这家这个前都餐厅。那因此我们初判，那么这里有一个群聚感染的事件。对中立的实体餐厅开始到即阵已经出现侪条的团伙连去画着，甲餐厅内容有关系。地本产业宣布，桃园上新的餐厅食饭的规范，包含餐厅内用的座位减半，离开座位必须要挂喙罨，要餐厅附设的卡拉 OK 暂停开放，3大加严税法。我觉得是维持第3级的禁止内用，这样子会比较适切一点。桃园以前无看确例，26个新增加1名确诊个案，并将是大埔在上北的活动。检查阳性了后，到病院 PCR 采检确诊，感染源也伫调查。随着桃园疫情侪点的爆发，市府也伫北德甲龙潭正式的社区的采检站，今无查出温总的确诊者，已经形成一条病毒的传播链。记者综合报道。中央有公布高雄港群聚感染案新增加12个人染病，其中高雄有11个，台南有1个。高雄市表示讲，这寡确诊者拢是对高雄港群聚感染受到这染病了后，转到处理胃病予其他的人，也有一个工课场所的接触感染。这范围列跨做体检了后，初步认定社区传播风险有较低。也来讲到台南这个，伊是伫咧居家隔离当中检出阳性。来捷运站区详细来消毒，高雄市府公布草衙站、火车站、甲南马溪、加工区站拢有确诊者捌来过。高雄港互相社会案件26新增加12个本土个案，其中11个伫高雄，1个是伫台南。同住家人被染疫，是占了最大宗。那第2个呢是属于我们的职场的接触者。高雄的11个内底，扣除8个家庭的互相收尾，也有3个伫工作上的接触。像是案例18588是印尼籍船员，也有案例18547是船厂的工作人员，常常来回2间的造船厂，市府包列船员的同事甲造船厂的接触者。看守这个船只的任务，那因此也造成了2个造船厂，当然有相关的一些这个传染的风险。高雄市府也是锁定高雄港中岛区甲修船造船厂的工作区是风险区，要求收到细胞检验的民众，拢要2摆 PCR 加1摆快速检查才法度排除。社区的检查率也只要超过50%，希望断绝这个稳定的传播链。另外，台南新增加的1例是案例18533的翁婿，太太是由高雄港互相社会案件接触史，伊去挖了了后，就去为因生死。还没有具有传染力的这个时候就已经把它截住了。而且在18533发病之后，他先生就已经匡列居家隔离了。台南市府表示，这个确诊者在隔离期发病，较无社区传播风险。不过也是公布伊捌去过所在扩大消毒，并且包列出第2款的接触者，避免疫情一直传出去。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台北市的部分，今仔日有增加3个本土病例。台北市内有一个卖厝的中人，伊感染了后，传染予伊厝内面的人和伊的朋友。这个朋友呢，去到面搭食面的时阵，坐伫咧餐厅内面呢，有一个无熟悉的幼稚园老师，也去互喂着病啊。这个老师去上班的幼稚园也赶紧停课到2月初8。这市政府是赶紧派人去做采检。另外，这个卖厝的中人捌带一个杂志的编辑去看厝，也这位编辑第2次也来确诊咯。指挥中心追查到底，认为这个编辑才是这站群聚案当中上该早发病人。台北市松山区某一个幼儿园有老师确诊，毋但幼儿园停课，这个老师兼课的补习班同齐全面停课到2月初8。26，市政府派采检车到幼儿园共集团的大楼进行采检，透过实验者甲电信资料发现，确诊的幼儿园老师甲台北帮重案135有关。帮重甲朋友伫火锅店食饭，拢伫22确诊。确诊朋友去幼儿园附近面店食面，这个老师迄个时阵嘛伫食面。
我们不排除是环境，但是是不是有接触，这个可能还要在疫调上面，因为有些小店它并没有监视器，餐厅用餐的人我们都会来提醒，所以这个部分要请大家也要多注意。这个老师2至24伫台北市以上山区甲南港区为主，坐捷运板南线。台北101购物中心26也暂停营业1天，因为确诊者按15112编辑，捌伫21出席活动，现场也有单碧林电高的艺人。这个12编辑捌甲台北帮中伫14去看厝，一直到24才确诊。指挥中心研判，这个12编辑才是这场规定小话上早破病的人。从这个发病的时序看起来，那这一起的事件里面，发病日最早的是这个18518，然后那就是说，他后续当然还要看他这个CT值的一些变化，然后可能有抗体的检验比较可以厘清说他是不是真的比较像是这个传染的来源。台北帮中案137除了喂互妈妈甲伫医院饭店工作的小妹，过来就是甲朋友食饭，朋友甲无熟悉的幼稚园老师伫同一间面点用餐，扣例幼稚园甲补习班121个人居家隔离，扩大采检231人，也有台北帮中甲12编辑，上早破病的12编辑，行打过真侪所在，去过台北市真侪行政区，若是针对幼稚园老师。好亲像伫面店交叉感染，台北市是毋是要恢复梅花座，还是假帮？台北市长郭文哲坦白讲，假帮毋是遐尔有效，指定疫苗护照早1点实施，也鼓励民众赶紧去注第3剂疫苗。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的阿东病院又再出现病例了，这也是阿东病院逼出第2批疫情。一个是70多岁阿嬷，另外2个是住院的妈妈，甲50多岁去照顾妈妈的后生。也因为这位住院的妈妈拢无离开病院，无排除是后生喂互伊的妈妈的，目前是找无感染源。新北市阿东病院逼出第2波疫情，在进行一个护理师确诊，喂互翁婿甲2个囡仔了后，另外暗时佫传出院内一个病人甲陪病的亲人拢是阳性确诊。指挥中心证实，案例18548是一个70多岁女性的病人，测试因为家属住院，离国接受转院采检 PCR 阳性。案例18560是50多岁后生，伫老母住院了后也入院来照顾，无惊拢确诊，感染源不明。那是母亲，大概是1月4号开始住院，那一到普通病房，后来就觉得好像肺部有一些相关的问题，所以又在采检，那就是阳性。那因为是阳性，所以这儿子在那边做陪病，所以儿子也采，那也是现在儿子是阳性。特别注意的是，这老母住院的期间，22天都无出病房，由后生全职来照顾。指挥中心无排除是后生喂互老母的。新北市卫生局也公布，伊捌去过所在，捌去过病院周边的全联、大米店、医疗用品店。阿东病院是发声明指出，院内每礼拜会检查超过5000人次。这病人甲进前为着护理师是无共楼、无共病房。目前都在疫调当中，尤其是不是感染源同一个，都要做好基因定序。所以目前我们都在扩大疫调，然后亚东医院也非常的积极主动，在所有的同层的病房以及医务同仁，目前采取都是阴性。这宗案例18560感染源不明，外界关心来自社区传播风险外悬。指挥中心讲也伫调查中。另外，新北市26也新增加案例18612是树林区40多岁男性，离北家同确诊者伫卡拉 OK 小食店共倒来食饭，被爆裂了后采检 PCR 阳性确诊。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有一名去考大学学测的学生，因为伊厝内面有高雄港群聚感染的个案，伊23接受采检，24确诊。市政府也随去甲学生所去过考场做消毒，也因为这个学生伫下尾巴期间去过学校，学校这边有甲151个人考起来，32个人当咧居家隔离。如果暗时防疫巴士停伫高雄这间高中的门口。侪师生穿防护衫、挂护目镜，准备要去防疫旅馆隔离。因为这间学校一个高三的学生确诊，传染期的时阵2天有去学校，学校扣了151个人，有32个人都爱居家隔离。校长讲，特别过年老师甲学生接到这个消息是拢惊一跳。确实对学生来讲是蛮错愕的啦，对家长也是很错愕所以我们就是以这种持续关怀，同学他们自己私下的社群或赖群组会去做这些庆生的活动，我觉得这些活动都很好我们人不在，但是心都还是在一起的。
红考类的，毋那是同一间学校的师生，因为这个确诊的学生是今年学测的考生，考场嘛有214个人红考类。在考试隔天确诊，我们所得知的讯息就是该市场的考生跟监视人员，采检都是阴性。大考中心强调讲，学测进前的21天到结束，拢有甲指挥中心、甲卫生单位确认居家隔离、甲自主健康管理的考生。这个考生拢无伫个名单内底。卫生局做疫调，若是发现讲，这个考生伫个21学测的头一天，都出现咳嗽、流鼻水，或者是10片等等的症状，是安怎无刷去防疫市场考试的？只要有明显症状的考生，我们就会开启备用跟防疫市场。这个考生学测的时阵，到底是有症状无讲，或者是检测人员无发现，也是甲疫调有前差？大考中心甲高雄市卫生局拢也无进一步的讲法。唯一会当确定的是，考试结束了后配合采检才确诊，成绩未受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若准无做实验者，就要甲民众处罚，相关会当罚到15000块。不过指挥中心说讲，要处罚无做实验者，目前是无法规来办。黄伟哲第2日表示，稽查含采罚是地方政府自治法会当做范围，指挥中心也讲要尊重地方政府的做法。今日安南区果菜市场内，大量工作人员集中伫入口的所在，要严格审查民众是毋是有最好实验者。因为为2日开始，民众若做无最好实验者，可能会互人罚3000至15000。是可以接受啊，对，我觉得就是现在这种情形，就是大家都还蛮担心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按照规矩来。罚款可能会让大家比较能遵守。安尼对阮也好啊，安尼对阮来讲较有保障啊。民众大部分对罚钱无真侪意见，这个规定主要就是台南25新增加2例本土病例，打破台南200多天无病例的记录。所以市长黄伟哲25伫防疫记者会讲，要贯彻实验者才当最好疫调。所以未来民众若是无最好实验者，可能都会互人罚钱。包括实联制的部分，去年我们就已经开了300多张的罚单了，那怎么会无法可依呢？那所以说，我相信，我们跟尊重部长的一个讲法，但是因为实联制的部分是属于这个稽查跟开罚是属于地方政府，那我们都已经实施有一段时间了。民众大部分对处分无真侪意见，卫福部长陈时中2日也伫指挥中心记者会表示尊重地方。当然，这个处分基本是在地方，那我们这上面我们只有这样的宣告，那地方要用劝导的或者就是说直接要来开罚，这我们尊重地方政府。台南市政府是讲，公开宣传主要也是希望民众爱真正重视实验者的重要性。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德鲁区国家公园内面发生一桩十分重大案件，有16间国小的学生做伙参加爬山活动，昨暗食饭饱了后，确实有人开始无爽快。到今仔日早起，已经有8个学生吐甲真严重，赶紧甲因送落去山脚的病院治疗。巴肚毛的已经吐甲无力的囡仔，分别予3台救护车陆续送去花莲国军病院。因拢是为昨暗食饭后开始出现头晕、巴肚疼的症头，一直到今日早起，愈来愈侪人无爽快，拢总8个同学互人紧急送落山。吃了粽子跟卤蛋好像有一点酸臭。我们几乎每个都有吃肉粽。那你有身体不适吗？我目前没有身体不适啊，我也不敢担心是什么情况啦。所以我们还有5位同学在关羽山庄啊，目前他们状况是还好的。开始去想团圆食过啥物？25早起捌伫小虹口休困站买肉粽、茶米卵，中昼是食家己炸的饭，暗顿是伫关云山庄食团餐。到底倒一顿出问题？卫生局已经派员去采样。只要我吃过的1、2餐呢，我们都不排除都会采检。那在制作食物的人体检体还有环境检体，都是我们这一次稽核的这个重点。根据警方的资料，这群小学生是为北部真侪间小学来，拢总13个同学、3个家长参加枫叶保护协会台北分会所办的7天6暝登山活动。因为真侪人住的地点是双北甲桃园，有一个学生囡仔有发烧的症头，所以院方特别警戒。我们先帮他做了快筛，确定是阴性之后，
我们会让他再进入急诊室，那再做进一步的检查、采检，包含粪便或者说包含抽血的检查。经过治疗，这8学生囡仔已经无要紧，国军病院初步判定是食物中毒，不过卫生局也无排除是诺罗病毒所造成的。所有采样的检体按2礼拜后才当知影。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全台湾的卵拢欠货欠真济，农委会表示讲，因为天气变寒，卵鸡所生的卵都是减少5%，要等到2月底，这欠卵的情形才当改善。也因为欠货，这卵的价销对1斤本底是30通块，即马是起价起到1斤50块。早餐店上届平常的煎卵饼，即马可能买袂到啊。头家娘讲，规间店敢若剩头前即篮卵，用煞都无啊。就算讲敲电话要叫货，嘛叫袂到。敢会当明仔载，因为即马卵当咧欠货。我只剩这一篮，一般来讲都会缺到2天，1天叫3箱，可能就是少给你1箱了。来到传统市场的大娘杂货仔店，看到规摊的卵箱啊，不过煞看袂到鸡卵，规拢去用扫了，顶悬佫写讲鸡卵已经卖完的告示。头家佫讲，这个鸡卵一个到3点钟内就互扫了咯。3个小时就卖光，维持20箱左右，不会多，他要多也没办法给你。鸡卵大欠货，有民众咧喊餐讲，这个小卖价销嘛对咧涨悬，一台斤已经花到50块。很贵啊，现在已经50块啊，也不是很漂亮。没有货不是怕贵。熟客的话比较好买，卖完就没有了。农委会表示讲，产地价销依市伫一台斤34块半，批发价嘛是一台斤46块左右。这个小卖迄头会安尼加贵1-2块啊，一台斤落伫个48至50块一卡兜。农委会强调讲，伫个过年进前会来依持这个1个月卵的价销拢未改变的政策。比较冷，而且日夜温差大，整个的产蛋率是下降至少5%。天气冷也造成了外食跟餐饮针对鸡蛋的需求也是成长非常明显。农委会表示讲，即马卵当咧欠货真安斗，目前卵的价销已经是上关卡，袂阁再悬咯。因若讲即个欠卵即部分，已经请业者或者已经休产的鸡母，阁再来投入生产，嘛会来加强调度，还阁有即个鸡卵加工业者嘛会来支援，办配上紧伫个2月底，鸡卵的供货就会来回稳咯。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苗栗湾里的上管里，隔壁就是火焰山自然保留区。最近有规定的高山啊，拢会走去果子园或者是菜园啊，生长一寡农作物。有学者表示讲，当地环境真适合生存，而且这果子园个食物来源，这高山的族群才会变大。不过也是爱看款时阵，甲这个高山啊赶走，才袂惯死伫遮找食。山壁虽然是真惊，不过阮若只狗仔上管是爬来爬去。这是苗栗火焰山的自然保留区，虽然是山脊的山壁，不过狗仔敢若亲像行平路同款，因规群落山来找食。因的目标就是山脚这片的果子园。柑仔园内底有真侪狗仔，有的伫树顶是喊来喊去，更加多是带柑仔来食，甚至是还未食完就献杀。真加济农民是损失不哩济，翕到狗仔的民众讲，狗仔的数量甲往年来比较是增加袂少。前几年只有10几只下山偷吃农作物，今年更发现将近100只。当地种果子的农民讲，去年种1分地，原本有价过年前后会使来采收，不过即阵估计损失3-4成。也不过烦恼讲民众无细力去吸掉，所以讲暂时无考虑要设电网。专家分析，当地因为瓦郡自然保留区，狗仔的数量增加，向外口来找食，数量会遮尔多，有可能是本来族群连续来出现。早上9点的时候可能是 A 群，再过来可能再过来就是 B 群，再过来是 C 群，所以可能那个农民感觉起来，他那个地方可能是食物很好，所以呢会有不同的群的猴子进来吃啦。当然要驱赶啦，不然的话猴子的习性，它会记得这里东西好吃，而且每一群都来吃的话，那你这个地方就没有什么收成嘛，你很危险嘛。林教授讲，狗仔的数量增加了后，食物相对不足，山脚的果子园就是真好的食物的来源。建议应该甲相关单位适时来甲赶走，若无互这狗仔食惯势了后，除了造成农业的损失，人甲狗仔中间的冲突也会愈来愈严重。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一直咧拖，甚至影响到东加王国火山爆发灾情的救灾任务。这火山爆发了后，有真侪国家，亲像是日本、澳洲、纽西兰，拢开始出手斗相共。不过，澳洲则发生讲，伊军舰顶头有23名的官兵确诊，需要隔离。同款的情形，伫日本的运输机也发生了。
大家火山爆发已经经过10天，严格部分物资，到即卖未送到当地民众的手头，因为澳洲用军舰阿德雷德号运送物资到当地，所发现军舰面顶有23名官兵确診。23 personnel on HMAS Adelaide, which departed Brisbane only a matter of days ago, have tested positive with COVID-19. There are those people, obviously, and others on board who are in isolation at the moment. 要避免疫情进入当家，目前澳洲政府考虑用47运输机来回伫军舰甲陆地搬物资进入灾区，也是互军舰直接落物资，而且对设备做消毒，用无接触的方式来救援。日本3应用做军机嘛有同款的状况，有4名自卫队员确诊，其他36个人要隔离。当局考虑派新的队员到当地协助救灾。疫情延迟到当届救灾任务，搁互助3剂疫苗，英国歌手阿尔顿强有关发生突破性的感染，互伊原本伫25日美国德州的演唱会延期取消。虽然美国政府要求民众自加强这疫苗，增加对奥密克戎病毒的防护力，但美国民调发现，真侪美国人认为，只有一开始完整疫苗是袂使欠缺的，互加强这注射率只有40%。A slow start to the communication about it. A lot of questions from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But again, like all of COVID, science changes rapidly. And in the age of Omicron, it's kind of a really important foundation of protecting the population from getting into the hospital. 第二是实施新的疫苗通行证的法国，同一天通报过去24点钟增加病例到501635例，是一天病例头一届超过50万创下新高，嘛是欧洲主要国家内底一天确诊率上悬的国家。虽然疫情严重，法国总理有原伫进前宣布，为2月初底开始的分阶段解除防疫限制。公司新闻台是董炳玉。讲到罗西亚甲乌克兰因的局势当咧紧张，那阵战起来就是自从世界大战了后上界严重的冲突，这战火也可能会影响到全世界食食的供应。目前美国国防部已经要求8500名美军就要提升战备，随时要进入欧洲协助防卫。另外一方面，白罗西亚的海警集团27天入侵白罗西亚国营铁路系统，要阻止罗西亚军队把武器送到白罗西亚。为美国来武器甲后援装备，小连续送到乌克兰。俄罗斯甲乌克兰的局势野悬，美国国防部宣布，8500的美军已经进入高度的警戒，随时拢会当进入东欧来协防。Would you ever see yourself personally sanctioning him if he did invade Ukraine? Yes. You would? I would see that. 美国总统拜登强调讲，美军袂进入乌克兰，不过若是俄罗斯坚持硬要入侵，无排除会直接甲总统普丁制裁。也若俄罗斯的国防媒体是甲责任下摕互西方国家甲北约组织，强调讲是因部署军队，才会互边境的局势变紧张。另外有分析师指出，若真正拍起来，恐惊会加做2战以来上界严重的冲突。I mean, I think we're looking at potentially the most significant conflict that we have seen since World War II. When you look at the kind of composition, the size, the capabilities that Russia is building up on Ukraine's border, it suggests that they're preparing for a relatively significant invasion scenario where they could possibly, encircle Kiev and take half of eastern Ukraine. 美国研究机构突破中心投稿去外交政策期刊的文章内底指出，乌克兰东部是农业真重要的所在，嘛互号做是欧洲的谷仓。因的番麦、甲做米露的麦仔，抑个乌麦仔，伫全球出口市场是排头坎的。因若做胖的麦仔，嘛外销去真侪非洲国家。便若发生战争，就会直接冲击到粮食的供应，恐惊引起粮食的危机甲饥荒。俄罗斯的军队甲武器按算搭火车到白罗斯。不过，到伫24的时阵，白罗斯海客集团 Cyber Partisans 表示，因已经用软体入侵白罗斯的国营铁路系统，要影响俄罗斯军方的动态。另外，还佫要求白罗斯的当局将50个政治犯放出来。另外，法国、德国、俄罗斯甲乌克兰4国的官员26会伫法国巴黎举行诺曼底模式的会谈，希望透过外交手段来解决这个冲突。法国总统马克宏讲，最近会甲俄罗斯的总统通电话。伊讲未放弃对话的可能性。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
高雄市国民党籍的议长詹丽燕涉嫌诈领助理费，高雄地检署今日侦查终结，用贪污罪、伪造文书罪起诉詹丽燕和伊的小妹，也有11名牵涉案件的助理。詹丽燕也用声明来回应讲，伊会证明家己是清白的。头日日大花离开高雄地检署，高雄市国民党籍议长詹丽燕。去年3月，因为涉嫌诈领助理费，被检方传唤。这个案件2日宣布终结。检方以贪污罪、甲伪造文书罪，甲詹丽燕，还有因小妹甲11个涉案的助理起诉。这个消息一日出来，都有民代讲这款的风气唔通再出现啊！我们这个世代有很多素人的青年从政，包括我。就是希望说，过去令人诟病的这些舞弊啊、黑金等等的风气，可以终止在上个世代。检方认为讲，詹丽燕标记知影助理费，并不是议员薪水的一部分，或者是补贴，所以几啊届报拍销，申请不实的助理费了后，开启别位。几啊年以来，诈领的金额有到1300多万。事实上，高雄市议会伫2010年就透过修法，互薪水直接拨入去助理的口座，无过透过议员来发，希望莫阁有诈领的事件。不过民代讲，这其中也是有空棒头两。如果是人头助理来申报这个费用，那直接进到助理的账户里面，又提出来做其他的用途，这个其实是很难查核的。就算以目前的这个修法后的制度，它还是没有办法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啊。面对检方起诉，詹丽燕中道发声明表示遗憾，伊强调讲会透过司法来证明伊的清白。也若民代嘛建议讲，未来若是民代聘用的助理是3等亲，会当来公开，防止民代用亲情来做人头助理，甚至直接公开助理的名单。不过因为这可能会牵连到隐私的问题，恐惊搁进一步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副总统赖清德代表总统蔡英文去洪都拉斯参加总统卡斯楚的就职典礼。今日过境美国洛杉矶，而且用视讯的方式，甲17位无同款党派的美国参众议员会谈交换意见。赖清德的专机到机场的时阵，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也亲身上飞行机欢迎赖清德过境美国。Thank you for seeing me on board. Last time we met in Taiwan. Many times. Yeah. This time I'm in your coun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我非常荣幸能够有这个机会代表美国在台社会美国的人民，欢迎你的到美国来。Thank you.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登上专机，欢迎副总统赖清德过境美国洛杉矶。这是赖清德担任副总统以来头一摆出国访问，也是头一摆以副总统的身份来到美国。由疫情的影响，赖清德正用视讯的方式甲美国政要来对话。赖清德在推特顶面打出甲民主党籍的美国参议院亚太小组主席马基的网络会议的画面。共和党众议员邝思恒也伫推特顶面打出甲赖清德的会议视讯的画面。这场会谈也有共和党众议员欧文斯甲咱国驻美代表萧美琴。根据了解，会谈对象总共有17位美国国会议员，民主党众议员刘文平、卡纳也个高野，共和党众议员金应玉、蒂芬尼甲佩利这人。赖清德也伫伊的面册顶面发文讲，视讯的会议是一场煞一场，另外伫饭店外口也有侨胞来甲欢迎。相关于疫情，交演针对线顶会议，甲当地侨胞经由视讯会议来交换意见。赖清德此行主要要到友邦洪都拉斯参加新任总统卡斯楚的就职典礼。洪都拉斯驻洛杉矶总领事李维拉也伫赖清德到机场时来献花表示欢迎。赖清德在洛杉矶停留24小时了启程，大约在台湾时间27早起4点外会到洪都拉斯。记者综合报道。有风声讲，政府上紧伫明仔载就会宣布开放日本福岛食品的进口。行政院长苏贞昌在去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无直接回应是也是唔。苏贞昌敢若讲，想要参加高水准的国际部的组织，咱就要展现出愿意遵守国际规范，爱互人会信斗志。目前全世界敢若剩台湾甲中国禁止福岛外观的食品进口。伊强调讲，政府会用科学证据、科学标准来保护民众健康。有媒体报道，日本福岛地区的食品上紧伫过年前就会开放，可能伫立法院完成总预算协商了后，上紧伫日期就会来对外宣布。行政院长苏贞昌2日早起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伊是无否认这件代志。
全世界到现在就剩下台湾和中国禁止福岛5县的食品进口，而我们会依照科学证据、国际标准，保护国人的健康第一。这个消息传去到立法院，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临时举行党团干部的会议，讨论对策，然后参加总预算协商。而且在协商的时阵，轮流质询外交部长吴钊燮，敢是开放福岛地区的食品都会当参加 CPTPP。我们加入 CPTPP 可能性高不高？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加入 CPTPP， 这个是一个战略的选择。那我们必须要努力的来协商，让我们能够加入 CPTPP。有辐射的东西我们非常需要，我们有这个需要吗？是不是有急着要进口含有辐射的这些食品进来台湾？这个前提就错了，就是有辐射的全部都要被我们挡在关外。你说的哦，台湾这句话记下来，来，具有请一之路一定要记下来，有辐射的全部都会挡在关外哦。虽然吴钊燮强调讲，外交部不是日本福岛食品进口的主管机关，不过国民党团也是把握机会做质询，表达对这项政策的疑虑。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29暝进前3天的交易日，俗称封关。不过，台股最近受到美国股市的影响，连续几日拢是一直落去。今仔日早盘，台积电有落，这半顿由航运、航空这寡传统产业紧起来，有到17700点。不过，落尾又原是落一寡，收伫17674点。台积电日早盘时阵开价伫咧635块，落尾收伫636块。今仔日电子类股表现是真普通，拢是靠电子传统产业来顶起嚟的。台股伫顶礼拜二18575点，煞落到今仔日只剩17000外点尔。就分析师表示讲，若照最近这10年的数据来看，过年了后开红盘起的几率有到70%。只要国际股市稳定，罗西亚甲乌克兰的冲突减少，若准备开红盘应该是无问题。伫咧网络顶头，常常出现只有一页的广告，真侪民众是甲物件买了后送来说是懊悔，要求赔偿说是找无店家。台北市消保官表示，目前有找国内4大超商来协调，若准收到这款甲民众诈骗的报告，会当透过超商的服务专线来协助退钱。不过，反诈骗的团体也讲，真侪网站拢设伫国外，民众家己爱提高警觉，这是治本方式。一般来讲，会送到位遮付钱，伫咧超商领货是真安心。想袂到拍开了后，收到的竟然是有各样的商品。更较恶一个是，顶一日有民众加入人面册买物件的社团，开1000外块买一个行动洗衫机，结果竟然收到一个寒桶，或是感觉真无奈。他卖的是那种小型洗衣机，他就算我1250，然后东西寄来之后只是一个折叠型的水桶而已，就是那个厂商那边寄错，那他会再补寄给我，我这样来来回回快1-2个月吧，后来他就完全没有理我，我才知道我被骗了。网络社群媒体、人面册、Instagram、甲 LINE 等等出现侪挤压式的广告，不过大部分拢是诈骗的。最近有袂少民众去互骗去，因为业者伫咧外国，所以无法度为源头管理。台北市消保官表示，这挤压式广告的诈骗有真侪特点，包括介绍拢俗甲有村，也佫强调鉴赏期、会送到位者纳钱、有线顶服务人员等等，要来得到消费者的信任。因过拄到这种情形，敢若会当甲卖的人来讨，不过即马会当甲超商投诉来协助申请退钱。那我们这一次的协商是让4大超商都愿意来处理，然后并且把他们相关的一些资讯公开在网络上面，并且提供一些客服专线，让消费者来查询。刑事局表示，网络诈骗案是愈来愈多，去年有报案的案件都有5667件，甲网络买物件诈骗有关系，差不多占所有的诈骗案内底2成2，诈骗的金额超过3亿。不过有袂少案件，因为金额无济，所以袂少受害者都偏啊网络了钱无代。金额小，超商的电话比较忙碌的时候，然后就会变成说他要退货的意愿就会去降低。虽然它是有效，就不是能够发挥到100%。消保官呼吁，若发现挤压式的广告，千万都唔通去买。若是已经买啊，发现寄的人无共款，或者是讲唔是原底订货店头寄的，都唔通去领货。万不离，若是已经领货而且拆开啊，嘛爱会记你保留寄货人相关的资讯，至少还佫会当透过超商来申请退钱，互损失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
新北市伫去年6月，针对检疫中心内底武汉肺炎轻症患者，有设一个远距离关怀飞机病房平台。今嘛进一步推出 App 系统，患者透过机器检测出来数据，唔免家己去写，就会传到网络。若准有状况，线顶的医疗人员就会随来处理，用系统来减轻医护人员的负担，也降低这传染的风险。这就是他现在的一个血氧的浓度跟他的心跳。政策费用未付，结果会自动传去网络系统。这是新北市针对市内检疫中心收的无症状还是轻症患者所设的健康平台。这个部分其实可以用在大量病患，为例有一些轻症跟无症状确诊的，我们除了集中检疫中心以外，如果有必要的时候，我们会采取。在家也可以用这一套系统。新北市卫生局表示，面对未来医疗能量可能前崩，居家检疫者若雄雄增加，就会使用系统监测病人的健康。若发生变化，就需有医护人员伫线顶关心了解。我们辅大医院有视讯诊疗的服务。然后你可以跟我们说，我们帮你安排视讯看诊。它会针对你的健康数据的部分去做不同的分类的管理。那如果你的血氧数据或者健康数据有异常的时候，它就会主动的示警，让我们的医护人员会知道这个个案可能是需要主动关怀的。卫生局表示，这是参考英国飞机病房的概念，就是将轻症分流点厝内。这个方法嘛，通降低专职病院也是机构管理的负担。目前泰山检疫中心已经有在使用，将来若需要扩大范围，会搁参指挥中心讨论。记者陈阿文、刘若水，新北市采访报道。新竹市食好水公道案进程通过啊！伫咧隔壁的新竹县钓鱼县，今仔日带乡亲去到县政府，要求新竹县嘛应该爱有废污水处理条例措施。另外，伫当地的总机社也出来指控讲，因在地有一寡违法的总机社会甲垃圾水排入去头前溪，去互民众检举上百届，说今年罚4届年。在县政府头前扣抗议布条，议员表示，新竹县头前溪甲凤山溪三不五时就会传出工厂排废水的污染事件，还有得当违法殡葬业者的问题，恐惊会造成疫情的破空。现在新竹县疫情再起，所有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违法殡葬的一个状况，如果我们是没有办法合理的去掌控的话，对我们的影响不仅是水源的问题，也是疫情的问题。来到得当殡仪馆，为合法经营的业者已经向镇公所打出停止营运的公告。业者讲，其他违法的业者因为抢生意，造成合法的人经营袂落去，而且民众检举违法，却无看到政府有动作。6家非法殡葬业者常年做无本生意，任意涨价鱼肉乡民，导致新竹县民家中往生亲人的大体，毫无身后尊严。水质的部分呢，自来水公司也都多次的去做监测，那水质也都是合格的。至于6家这个非法业者他们违法经营殡葬设施的部分呢，那本府从104年、109年到110年，前后裁罚了4次，裁罚金额高达将近500万元。县政府表示会继续辅导殡葬业者合法化，限期3年改善，而且但伊都会办理稽核，若是确认有违规的代志，会继续裁罚，绝对袂放目。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台南水高社文化园区出现一间真水的花园册店。台南市文化局利用一间日本时代老厝，打造一间用台南做主题册店。民众唔但会当伫遮好好坐落来看册以外，店内也有展览通好欣赏。这间日本时代的老厝要保存贯村将军厝的风貌，不过即马只是册店。两边的册橱啊，有大人看的册，嘛有囡仔册，而且阁有即个亲像泡温泉的泡册区。泡温泉的概念，只是讲你是泡伫个册泉内底，就是全部满是的册。这是台湾罕见由公部门成立的册店，7成是台南市文化局出版的册，另外3成是甲台南生活相关的。2日开幕，有真侪大人带囡仔来参观。头摆的册展就是大人囡仔拢介意的立体册。拢是全世界像哈利波特，
像达文西，这拢是普通时啊，爱丽丝梦游仙境，这拢毋是你要看就看会到的，因为这个册拢非常的贵，嘛拢足珍贵、足精彩。唔但有主题册展，后壁原来灶卡，即马是艺文空间，真侪甲虎年有关的插画甲用品。他们来的时候呢，他可以阅读到很多的书。那如果说他有兴趣的书籍，他都可以把这本书呢寄阅到我们的任何园区的任何一个角落，可以坐在那边静静的观看着植物，然后观看着书。水高社文化园区的景观甲空间设计捌得过奖，文化局希望民众来园区会当有一个所在休困看册，嘛感受台南文化。记者陈嘉文、刘伟哲台南报道。斯洛伐克的交通单位自国正式替因国内所研发的飞天车 Air Car 原型颁发证书。这台由 BMW 提供引进的飞天车，对轿车变作是飞天车，只要2分钟尔，按算1年内就会当做商业生产啦。这台由斯洛伐克的克林恩西亚公司所研发的 L 卡飞天车原型，25正式得到因运输管理局颁发适项证书，也顶有开始飞天车实际生产的大门。这个公司表示，预定12个月内就会当投入商业生产。This certificate, which has been achieved after 70 plus flight hours and 200 takeoffs and landings, we have confirmed that the technology is built in compliance with all the safety regulations imposed by EASA. L 卡去年6月伫尼特拉机场甲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完成35分钟的起飞，降落了后转换做汽车开去市中心。这台飞天车由1.6公升 BMW 引擎提供动力。敢若需要300公尺长的跑道就会当起飞，飞行时速达到170公里，飞行高度超过5000公尺，飞行距离是1000公里。为汽车变做飞天车，只需要2分15秒，开关小试一下就会当切换模式。不过驾驶必须爱先有飞行执照。Our goal is to return the freedom to back to those who have the pilot's license and can drive a car,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y can take off and cover a distance of 1,000 kilometers. 包括荷兰的 PAL 公司也积极投入飞天车的研发制造，不过也未完成所有的认证程序。不过，想要驾驶 L 卡，除了爱有飞行执照以外，落地啊嘛爱有够深。这个公司估计，这个 L 卡未来要卖介绍，会定伫60至70万美金中间，相当是按2000万台票。但是飞行距离是不是当突破目前的1000公里，这就要看未来电池科技伊的发展才有法度决定。公司新闻金元庆编译。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8度到24度，苗栗到云林对17度到28度，嘉义到屏东对17度到28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6度到25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1度到22度，也有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